虾仁穿越古代大齐，遭遇天崩开局，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家徒四壁。为了生存，他提刀进山，开启了猎户生涯。没成想，他竟能通过猎杀野兽获得宝箱。不知不觉间，他的猎场越来越大，覆盖了整个天下。德玛西亚，蹲了4个小时，终于让我等到了。如烟，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磨刀作甚？是要找邻村那帮人寻仇？赌钱输红了眼，被打昏了3天，刚醒来就还要去打架，若闹出了人命，家里可没钱替你平事。不，我准备进山打猎，入秋了，正是野羊狍子最肥的时候，若能猎得2只回来，换到的粮食足够过冬，你也不必如此辛苦。哼，从小到大，你发了多少次毒誓，可哪次改了？虾仁明白柳如烟对他的态度并非一日形成，这具身体的原主是方圆几里有名的无赖，平日里游手好闲，与一群狐朋狗友偷鸡摸狗，惹是生非，所以家里的生计就压在了他的胞妹柳如烟身上，甚至家里仅剩的一点粮食都是他熬夜替人缝补浆洗换来的。原先的我确实是个混蛋，给你添麻烦了，但你放心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这就要进山，等我好消息吧。等。三姑又帮我找了个活计，去城里的大户人家做事，每月900文，要是猎不到东西，就尽早回来，也找个活计做。别担心，我不会轻易出事的。谁担心你了？只是你若是死在山里，还要花钱替你收尸，家里可没这个钱了。好，我明白的。有了这只羊，至少这阵子是不愁吃了。获得黑铁宝箱，是否开启？这是我的金手指，开，现在就开。获得净盐5斤，居然是盐。再有几日就要去刘府做工了，刘府的规矩很多，主家脾气又很差，经常打骂下人，也不知。算了，能活着就行，我这样的人哪有选择的余地？我回来了。是羊，你真打到猎物了？运气还不错，回来的路上我还弄到了一些盐。这是精盐，你该不会去抢劫了吧？这么细的盐，咱们怎么可能买得起？娘的，这路可真难走，老子刚定好的靴子都被泥水沾破了底。虾仁哥在家呢。陈二、如烟，你先回去。今日怎得闲来我这儿？当然是有好事许你了。你能有什么好事？又找我去耍钱？老子早就输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滚远些，别挨老子！你看你怎么能这么想兄弟呢？我可是给你送大礼来了。我直说嘛，有人看上你家妹子了，要花钱把她买下来，整整10两银子。在大齐，被卖的女子多成主家玩物，待年老色衰，又被卖入昌门，榨干最后一丝价值。给我滚！虾哥，你考虑考虑，那可是10两银子，换成大钱有1万文了，足够你还完所有赌债，还能潇洒一段时间。再说了，卖了如烟，往后那人头税，你只需交自己那份，岂不省事？我这可是为你着想。我操你妈！虾仁，你疯了不成？这南头一个娘们儿能卖3两，已是顶天，老子给你10两，你还不知足？我数3个数，不滚就打死你！1，好，你有种。下月便是那黄粮的期限，一人300斤，拿不出来，你就等着蹲大牢吧，不识抬举的东西。10两银子都不卖，他真转性了不成？愣着干什么？去烧水，咱们今天改善伙食，炖羊肉吃。柳如烟闻言一愣，别说是羊肉，就是肉这种东西，她都记不清几年没吃过了。还是煮米汤吧，黄粱缴纳之期将至，将这些羊肉全换成贡粮才好。山中险恶，你未必每次都能这般幸运。哼，对蛮人屡屡低头求和，但对于国内的百姓们态度却异常强硬，一旦缴纳的不够数，还斩首示众，这个国家真的是没救了。你疯了，这话让人听了去，全家都跑不了。贡粮之事无需你操心，吃饱些多长点肉，瞧你瘦的，一阵风便能吹倒。他怎么突然让我吃肉？是因为我太瘦了，卖不出更高的价钱吗？虾仁，你要是敢把我卖掉，我一定杀了你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好，我怕了，快去烧水吧。虾仁这3天来吃的一直是干面饼，这突然的肉味让虾仁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。而柳如烟虽然记不清有多久没吃过肉了，但她嘴里吃着东西，还一直警惕着虾仁。看来我这个兄长的形象还真是烂到底了。明天我还要去县里把剩下的羊卖掉，若是中午回不来，你便自己煮点东西吃。那你路上小心些。
隔日一早，虾仁就扛着剩下的羊赶去了省城。他顺利的将羊卖掉，又在集市买了不少东西，扛着大包踏上归途。可临近家门时，他却看到一群人围在家门口，争吵声与尖叫声不断传来。都让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虾仁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上水村的人来讨债，说你欠了赌债未还，要拉走如烟丫头卖掉。怎么趁我不在跑来欺辱我妹子？虾仁，你欠了3两银子赌债，已拖了个把月，按规矩我们要拿你妹子抵债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孙瞎子手黑得很，看来今天这卢家丫头是逃不过毒手了。这丫头瘦成这样，要啥没啥，居然能抵3两，脸蛋好看呗？那顶个屁用！被孙瞎子弄去，一准得卖到窑子当娼妓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这是3两银子，点点数吧。虾仁，你是抢了票行，还是砸了当铺？这钱从哪弄来的？你何时在衙门挂了差，干起捕快的活计了？这钱是偷是抢，与你何干？赌债还了你便是，欠条给我，拿钱滚蛋！虾哥，你看我糊涂了不是？账我算错了，你欠我的不是3两，是10两才对。好说，拿走吧。这才对嘛，识时务者为。拿钱还这么多废话，让你拿你还真敢拿。欠债不还，打死勿论。你尽管来试试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但你收了钱还不够，想要再多讹点，是不是有点坏规矩了？行，我认栽，这事到此结束，你的债一笔勾销。我这帮兄弟被打伤，也不找你要汤药费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我允许你动了吗？虾仁，你敢动我？你领人在我家闹了这么一通，拍拍屁股就想走，那你想怎么样？10两银子拿得出来就走人，拿不出来就找人抬你出去吧。你是不是穷疯了，连我的竹杠都敢敲？你带人闯到我家，把我妹子吓成这样，10两银子是赔礼金，怎么能说是我敲竹杠呢？你妹子没伤没残，你敢跟我要10两，我就算是买一个，也就3两。赌债1两2变3两是你的规矩，赔礼金10两是我的规矩。你给还是不给？虾仁，是别做绝了，你的利钱我可以退，但是10两不可能。哼，不可能，早说啊，吃我一拳。别打了，虾哥，我给。若是再敢来我家闹事，可就不是10两银子能了的。如烟，没事吧？城里做工的活计，你找二姑推了吧。现在我手里有了钱，不用担心供粮问题。这世道不太平，你暂时就待在家里做家务，养家糊口的事交给我就好了。对了，我今天去城里买了不少物件，你看这布料多好，回头抽时间做身衣裳。你那件都旧成什么样子了？等等，你买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你不是要做工吧？进山打猎，如果有一把猎弓的话，会轻松许多。现在肉价涨到了天上，一头羊就能换到300斤粮。要是多打几头猎物回来，日子便能好过不少。官府有律令的，不允许民间私自制作使用弓箭，一经发现，可是砍头的罪过。你不要冒险了，咱们安分一点不行吗？那到时候交不出皇粮，不还是要被打死？这年月当个安分守规矩的顺民，根本活不下去，反倒是不遵法令的奸商、贪官污吏乃至盗匪，生活都很滋润。可你就算猎到了，也不能保证每一只都能卖出去吧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在县城找了个稳定出货口。吴爷，可算把您等到了，多日不见，您近来可好？咱们认识。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虾仁啊，您忘了咱们在银沟赌坊还一起耍过钱呢。还有这事，我不记得你啊。水仙楼是这座县城里首屈一指的大酒楼，而此人正是二掌柜，一切采买订购之事皆由他一手操办。你不记得就对了，我和你又没什么交情。吴爷，您不记得我，我记得您就成。小子昨日猎了头羊，想着卖掉换俩钱花，这不听说您在这管事，我第一个就给您送来了。您若要便留下，不要我再另寻买主。原来是卖东西的，你运气不错，后厨正缺这东西呢。这肉看着紧实，一看就是跑山羊，你想卖个什么价？市面上100文一斤，这只剩个62斤，我抹个零，您给6两就成。好说。老板大气。区区6两银子，也值得这般点数。吴爷，这2两是孝敬您的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年头生意难做，您收了我的货，算是帮了兄弟大忙。以后少不了还得麻烦您，这点钱留着给您喝茶。你小子倒是有眼力见，和那些鼠目寸光的不一样。你叫虾仁对吧？以后再猎到什么，直接送来便是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是我亲戚，价格不会让你吃亏的。
所以我现在不怕卖不出去了。可是打猎还是危险。如烟，我宁可过3个月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，也不愿憋屈的活上30年，连死都找不到一块土埋。我不想你也是那样。唉，我明白了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惜命的很。3日后，制作好了弓箭的虾人再次走进了大龙山。这就是我当时猎到羊的地方了，也不知还有没有其他东西。这是狼的脚印。不好，有狼！不好，遇到狼了！原来是兔子啊！不对，别跑！我还真是幸运，不仅猎到只兔子，连它的窝都端了。这7、8只兔崽子留着羊，肯定还能生不少。获得破旧的木质宝箱，是否开启？木质宝箱还是破旧的，看来随着猎物大小、狩猎难度、奖励的宝箱等级也不同。管他的，先开了再说。获得辣椒种子500颗。辣椒现在这个时代还没传进来，这要是种好了，绝对是笔不菲的收入。眼见天色尚早，虾人又花了半个时辰猎到了2只松鸡，还捡到了6、7个鸡蛋，但这次并没有得到宝箱。看来宝箱不是每次都爆啊！有人在吗？救命啊！虾人哥，多谢您了。玉芬啊，这山里道这么偏，还容易遇到野兽。你一个女子不待在庄里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唉，我也没办法，家里早就没有米面下锅了。我娘已经3日没吃东西了，这又要缴纳贡粮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只能进山来挖些药材卖钱。这次算你运气好，若是碰到野狼虎熊，可没人能救得了你，赶紧回庄去吧。缴不上贡粮，1个月后同样是死，与其被差人折辱拷打，倒不如死在山中痛快些。哥别了，你要是出事，我还得再救。带回去和你母亲分了吧，先熬过这2天再说。虾大哥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，若是这次能渡过难关，我愿当牛做马，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都是些可怜人啊！行了，我也得抓紧时间了，一会吃半只鸡，剩下的带回去给如烟加餐。虾人又游荡了一下午，但一无所获，最后只留下了几个陷阱，带着新打的大枣踏上归途。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怎么，今天又有人来闹事？那倒没有，只是天色这么晚了，山里又凶险，我怕你出了什么意外。下山时设了些陷阱，耽搁了点时间，今天运气差了点，只弄到这点东西。兔子和鸡也够换50斤稻米了，我们现在有10两7钱，能买420斤陈米，再加上我今天劈柴，又赚了10多文。哥，我们马上就要凑够贡粮的份额了。往年靠着几亩薄田种出的粮食也足以缴纳皇粮，但今年的一场大雨将抽穗的庄稼全都泡烂，导致颗粒无收。柳如烟本打算卖田，但没想到一向游手好闲的哥哥竟把问题解决了。还差100多斤，再进山3、4回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我今天摘了些野枣，味道不错。对了，还有窝兔崽子。这些小兔子也要卖吗？这些太小，卖不了几个钱，留着养更划算。喂养的事交给我吧，后面还有晒干的猪草，我这就去拿。不急，我回来之前已经喂过了。明天我借辆车去县城卖掉猎物，顺便买些粮食回来。交贡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稻米价格肯定要涨，这种事赶早不赶晚。我跟你一起去吧，那么些粮食你一个人推不动。不用，我和大虎商量好了，我教他功夫，他跟着我去。哥，你的车呢？二虎推着呢，我先走了。哥，路上慢点啊。就是这个丫头嘛，相貌倒是尚可，不过身子看上去弱了些。老爷，我们跟里长打听清楚了，他的生辰八字没错，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刚才那个是他哥，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只有他们2个。那个哥是个泼皮无赖，昔日偷鸡摸狗，对这妹子也不怎么上心，近来不知怎么变了性子，像狗护士一样护着她。我听说陈二和孙瞎子都碰了钉子，是不是价格不满意，想多要些银子？应该不是，我听陈二说，他当时就没提钱的事。罢了，李先生说的日子还有大半个月，到时候了再给他带过去。明白。另一边，虾人直接将猎物送到了水仙楼，有了吴掌柜的关照，交易进行得十分顺利。对了，虾兄弟，你有没有办法弄到鹿茸？最好是那种刚成年的公鹿。吴爷这是想补补身子？不是我，是一位朋友，他最近患了虚寒之症，大夫开的药方里需要鹿茸，我跑遍了南平县的药铺，都没找到这东西。你要是能弄到，我出高价收20两，不30两。30两纹银足够在县城买间宅子了。吴爷放心，我这几日进山时一定帮您留意，若能猎到，第一时间给您送来。完成了交易，虾人和二虎走上了回家的路，满载的大车比来时沉重了许多，加上道路崎岖难行，即便以二虎的壮硕体格，也累得气喘吁吁。这破路，官府也不给修修。歇会吧，天黑前能赶回去就行。
两位大爷，行行好，给点粮食吧，孩子饿得快不行了，我只要1碗米就够了。我这还有半张饼，你们先。给我滚开！夏银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夏银哥，咱不帮忙就算了，何必把人家的碗提走？你看这俩人长得像吗？退1万步讲，带孩子出来乞讨的，哪有妈妈这么干净，反倒是孩子这么狼狈的。哼，出来吧，我早说过，这点小伎俩骗不了人。都别过来，不然我掐死他。你尽管动手，我还能省些口粮。夏哥，怎么办？放了吧，这小孩就不是他的孩子，只是他讨饭的工具。没看他手都没了一个，这叫踩生折割。他们故意把小孩子弄成这样，是为了博取同情敛财。这群人渣！两位爷，世道艰难呐，兄弟们出来也是为了混口饭吃。你把车上的米给我们分一半，我们扭头就走。可若是动起手来的话，那便是不死不休了。我父亲教导过我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您是聪明人，米面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和命相比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我这次还可交个朋友，日后若是再走这条道的话。可我这人天生反骨，我从小就不听我爹的话。二虎和几名乞丐都懵了，没人能想到虾人出手竟然如此果断，杀人了！二虎，别愣着了，动手！大爷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二虎，搜他们的身，有钱的话全都拿走。夏哥，这帮混蛋身上还真有些银子，换成铜钱的话，大概700-800文。你们谁是领头的？是我，方才那女人是我相好。踩生折割这种勾当也是你指使的？爷，这年月活着都不容易，我也是想多讨几个钱花。这孩子也不是您的，谁管他们的死活？就像您说的，看着惨一点，也好讨到东西啊。这不巧了吗？我最喜欢帮助别人。二虎，把他的手脚打断，让他以后也能多讨点钱，养家糊口。哥，你身上怎么这么大的血腥味？你受伤了？别担心，不是我的血，是畜生的。回来的路上碰到一条抢食的野狗，一刀就给剁了。对，那狗确实够凶。那你们快收拾下，饭马上就好了。夏银哥，今天太惊险了，你啥时候教我功夫啊？那你先从马步开始扎起，到时我教你别人没见过的。别人都没见过，那叫啥名字啊？形意拳。虾人在家啊，看来婶子来的是时候。二婶，虾人，你可真是有本事了！听说你最近上山打了不少好东西，又是羊又是鸡的，连野兔都抓了好几只，真是能干。二婶，这几年不见了，您怎么有空到我这破院子来了？虾人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见外呢？咱们可是一家人啊！你打了这么多猎物，连村东头那个刘玉芬都分了半只鸡，怎么就不想着给你二叔二婶送点？我打猎也是靠运气，猎物不多，村里谁家有点困难，我就顺手帮一把。至于二婶，您过得比我舒服多了，这点东西怕是入不了您的眼吧？你这话说的可不对，咱们家日子虽然过得去，但谁嫌肉多啊？再说了，你二叔身子骨不太好，正需要补补呢。咱们可是一家人，你打了猎物分给外人，都不给自家人，这传出去，村里人怎么看你？你还知道咱们是一家人？我怎么记得我爹死的时候没钱买？你说过咱们出了五福，早就不算是亲戚了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呢。我当初说那些话可是为了激励你们，没想到你这孩子倒是记恨上了我。从小就特别看好你，你可是误会我了。你不知道，你爹下葬之后，我和你二叔还过去祭拜过好几次呢。我和如烟的黄粮还未凑够，家里的肉食是要拿到城中换粮食的。你们要是想吃肉，花钱买不就行了？都是一家人，我下次打到猎物，按市面最低价卖你。瞎老婆子那个女儿和你无亲无故的，你都能送给她半只鸡，你连亲戚都不肯接济，反而给了她，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婶不多要，你那兔子给婶3只就行。我自己的东西乐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要是敢抢，我就送你进大牢。打人了，打人了！乡亲们，快来看看啊，侄子打婶娘了，没天理呀！这是咋了？没听他喊吗？估计是虾人给他打了呗。
瞎人，今天这事不算完，要么我拉你去见官，让官差收拾你，要么你就给我100斤稻米，还有这窝兔子。你尽管去告吧，我倒要看看，凭你一面之词，官府能不能定我的罪？谁说我一面之词？这些人都是我的证人，他们都看到你打我了。谁看见了？站出来，我瞧瞧。我可啥也没看见，卢家的婆娘，你可别诬陷好人。走了走了，娘的，看个热闹，还差点被人当枪使。怎么还不走？现在要是挨揍，可真就没人看着你了。你等着，这事不算完。要不要我找人去教训教训他？放心，绝对扯不到你身上。用不着，这种事还多着呢，这才是刚刚开始罢了。如烟妹子，你这手艺可真好，谁娶了你当老婆，那可真是有福气。你可别取笑我了，我这笨手笨脚的，能把饭烧熟就不错了。这是做甚？夏银哥，虽然咱们关系不错，但现在世道艰难，谁家的粮食也不富裕。我吃了你家的饭，这是饭钱，拿回去吧。我虽然没什么大钱，但一顿饭还是管得起的。你付钱给我，看来是不把我当兄弟。亲兄弟还明算账。要是再提钱，以后就不许你上门学拳了。那霞哥，我帮你做点事吧。你家的北房都塌了好几个月了，明天我就去找些砖瓦房梁来重盖一下。如烟也不小了，一直住在同一间房里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你若真过意不去，那便随你吧。明天我还要进山，你就按我教你的动作多练几遍，闲暇时过来修房。你天分不错，3个月内一定能练出些名堂。都听你的。隔天一早，虾人再次进入大山，这次的陷阱成果喜人，竟是抓了一只松鸡和一只野兔。这个陷阱也被触发过，但是连着旁边的树枝都被扯断了，看来是个大型动物。又有脚印，而且好像是鹿的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正想着要鹿茸，就让我看到脚印了。虾人沿着脚印追寻，终于在一条河边发现了一只鹿，还是头刚成年雄鹿，正是取鹿茸的好时机。不好意思了，不只是鹿茸，鹿血也是补品，这下真的发财了。获得黑铁宝箱，是否开启？开。谁？哟呵，反应倒是挺快的。这是我们赵家村的狩猎场，你越界了，小子，把那头鹿和你腰间的猎物放下，我们可以饶你一命。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大龙山里还画着猎场范围，进山吃饭本就是各凭本事。你说这片区域是你赵家村的，我还说这整个大龙山都是我们双溪村的呢。这么说，你是不肯乖乖滚蛋了？跟他废什么话？这大龙山里野兽横行，就算杀了也没人知道，尸骨2、3天就会被啃光，什么痕迹都找不到。你这倒是提醒我了，好人啊！哼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告辞。啊，不是，台词我还没追，绝不能让这小子活着逃出去。这小子身手不简单，咱们已经结下了死仇，若不斩草除根，日后必成大患。更何况他见到我们用了猎弓，若是告发，咱们可就麻烦了。那咱们还不快去？你留下来看着路，我们去追。那你们一定。大哥，我们走。这小子跑得还真快。小子，我发现你了。人呢？老二，你在哪？老二，你怎么样？你看这哥啊，后面。你竟敢杀了老二！你们要杀人，就要做好被杀的觉悟。老二已死，是非对错我已无心分辨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你什么身份，还敢说少侠的台词？给我死！这厮好大的蛮力！我要你给老二陪葬。你知道你没来之前我是怎么折磨你弟弟的吗？我就拿着这把刀把他的喉咙割开，他还喊着哥快来救我呢。你的老二到死都相信你会来救他呢。有破绽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若是老实回答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是谁让你们来杀我的？少废话，动手吧。不说算了，我去找剩下的那个，我就不信他的嘴比你硬。我说是双溪村的李大山，他说侄子不孝，要我们帮忙教训一番。若是能够弄死的话，他侄儿家的3亩良田便折算成银子，匀给我们一半。原来是二叔，真是人无伤虎意，虎有害人心啊！大哥和二哥怎么这么久？莫不是遇到了什么梦？我中箭了，我要死了！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要说一句完整的台。斩草要除根，我给他了个痛快。赵大，我说到做到。这次进山可谓是收获颇丰，不仅有猎物，还有许多战利品。除了一张硬弓和自制的皮甲以外，还有20多根箭，
以及大龙山的地图。这些剑可真不错，不是粗制滥造的货色，是制式的铁质箭头。他们不愧是专业的猎户，真是好东西啊！这地图上还有他们标记的庇护所，哪怕是大雪封山，估计也能坚持个3-5天。对了，宝箱还没开。虾仁走到宝箱附近时，发现宝箱并没有被动过的痕迹，甚至连一点灰尘都没有。看来这宝箱只有我能与其互动，其他人是看不见的。这次是尊黑铁宝箱，不知道会开出什么好东西。开启宝箱，获得3月春酿造之术。3月春入口甘冽清甜，喉腹如火，口齿余香不绝，饮之飘飘如仙，宛若漫步星海。这酿酒技术终于是给我安排上了。虾仁看了几遍配方，将配料表和制作工艺都记在心中后，便将纸张撕碎点燃烧毁。眼见天色还早，他又按地图标注找到了一个山洞，将弓箭等武器藏在内，又找来一些树枝石头，将洞口封住后，才扛着野鹿，拎着柴刀下了山。你看什么呢？胡子，你差点把我吓死！你在这干什么？他二叔，我给他们砌墙啊！你又来干什么？这不是昨天虾仁这孩子跟我家婆子拌了几句嘴吗？我这个当二叔的心里总有些过意不去，毕竟我是长辈，就算再怎么样也不该跟小辈发脾气。那咋不进去？虾仁哥进山打猎了，晚饭前就能回来。虾仁不在那就算了，我改日再来。这是啥意思？哥，你回来了！我的天，你猎到鹿了！如烟，快去找个大盆过来，今晚让你们尝尝烤鹿肉的味道。等等，哥，你受伤了？虾仁哥，你这是遇到了猛兽，是狼还是熊？不是猛兽，是人。我今天差点就没命了。我在山里碰到了3个赵家村的猎户，这伤口就是他们用箭射的。赵家村我熟悉，虾仁哥，你告诉我那3个王八蛋叫什么名字？我明天就找帮兄弟过去做了他们，打断手脚，教他们以后再也拉不了弓，打不了猎。不用了，他们再也打不了猎了。二虎闻言一怔，虾仁的眼神与当时砍死劫粮的女子时一模一样。我原以为对方是见财起意，但后来问了几句，才发现他们是被人指使的。又是孙瞎子。是二叔，他许诺那3个猎户把我干掉后平分田产。是他，我这就去找他讨个说法。我说他今天咋来了，还在门口鬼鬼祟祟的。找他也没用，他肯定不会承认的。这种事无凭无据，就算闹到官府，最终也是一笔糊涂账。那这事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是，若是依托于律法，便需要诸多条件；可若是依托于刀，那便就要简单得多。哥，你要杀了他们吗？若是被官差发现的话，我已有了周全的计划。我方才回来时，特意选了个无人小路，没人发现我已经回庄。一会儿你就……我明白了。对了，二虎，此事是我的私人恩怨，你若不愿意帮我，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听见，转身离开，我保证不会对你下手。虾仁哥，咱们是经历过生死的兄弟，这事我帮你一起干。那么你待会就……老头子，你说赵家村那3个猎户真能把那小子给收拾掉吗？你放心吧，虾仁虽然身手不错，但进了大山，凭的就不是拳脚功夫了。赵家兄弟在山里混了多少年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解决一个人还不容易，只需一刀就能要了这小子的命。若是真能宰了他，他家的田产可就全归咱们了。到时候再把如烟一卖，那可真是好日子到了。老头子，你这招可真厉害，不仅能替我出口气，还能捞一笔好处，简直就是诸葛国师转世。这么晚了，谁过来敲门了？二叔在家吗？是如烟啊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啊？二叔，我哥进山一整天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求您帮着找找。一整天还没回来，这可麻烦了。对了，他是不是又犯了毒瘾，跑到赌档耍钱去了？我把邻村的赌档都找遍了，他们说今天我哥根本就没去过。二叔，他一定出事了，我求求您，您陪我去找一找好吗？我们不进山里面，就在山脚下转转。如烟啊，不是二叔不帮你，实在是爱莫能助啊！你看我这腿脚，若是进山碰到了野兽，连逃命都逃不及，你还是去问问其他人吧。二叔，都说了帮不上忙，你耳朵聋啊！昨天去你家讨肉吃，他丝毫不讲情面，就把老娘给轰出来了。现在遇到了难事，就跑来要我们帮忙，不怪我骂你，脸皮怎么就这么厚呢？二婶的大嗓门将周围几家村民引来，在了解了情况后，每个人都面露难色。
我求求各位叔叔伯伯，你们就帮帮我吧！你们若是帮我这次，我以后一定加倍奉还。我就这么一个哥哥了。天黑进山，不要命了！听说前一阵刘庄还有人被狼叼了。丫头，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家吧。我早就说过，猎户不是人人都能干的。虾仁之前运气好，弄到了一只羊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快材料，这不把命丢在山里了吧？这不是还没见到人吗？你怎么就断定他死了？废话，入夜之后的大龙山可要比白天危险10倍，毒虫蛇兽哪个都能要了他的命。这群人和柳家无亲无故，自然不可能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。目送柳如烟走后，二叔却激动得睡不着了。虾仁没回来，这事肯定是成了。他们兄妹没什么亲戚，唯独和几个泼皮关系不错。他们没权分遗产，咱们和他同宗同族，最终这好处肯定会落在咱们身上。老头子，这笔钱到手之后，咱们先修修房子，再买些鸡鸭来养。你先去切盘腊肉，把地窖那坛酒拿出来。都听你的。这灯怎么灭了？老婆子，火折子呢？这破天，阴风阵阵的。晚上好啊，二叔。虾仁，你不是已经……二叔，我没死成，您很失望吧？虾仁，怎么是你？你这孩子可把二叔给吓坏了，我还以为是碰到了盗匪呢。打闹也没有这种闹法，快把这玩意儿拿开，怪吓人的。二叔，到了这种时候还能装作若无其事，我都有些佩服你了。二虎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我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方才入夜时，如烟还来找过我，要我和他一起作伴进山去寻你呢。但我绝不是故意推脱，我实在是腿脚不便。行了，二叔，赵家兄弟都招了，杀了我，事成之后3亩水田对半分。二叔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！虾仁，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赵家兄弟是谁，也从来没跟他们见过面，咱们可是亲戚啊！你肯相信外人的话，难道就不信我？退一万步讲，你有证据证明这事是我指使的吗？就算上了公堂，也定不了我的罪。我的确没有证据，但谁说我要把你送进公堂了？虾仁，你难道要杀我不成？我可是你的长辈，你杀了我可是要天打雷劈的。若是官府下来查，你便是杀人犯，也要砍头。谁说我是杀人犯了？我今夜可是在大龙山里待了一整夜啊，根本就没有回双溪村，半个村庄的乡民都能为我作证。二叔这才反应过来，先前柳如烟到处求人，一起进山作伴，都是为了创造一个不在场证明。当时乡民们对其冷嘲热讽，他还当成笑话在看。虾仁，二叔错了，二叔一时猪油蒙了心，才犯下这样的弥天大错。你就看在咱们同宗同源的份上，饶二叔一命吧。我给你磕头也行，还有家里的这些东西，你若是看上了，就全部拿走，我绝无二话。二叔，你若是死了，这些东西一样全都是我的。我跟你拼了！柳大山，受死吧！二虎，动手！别愣着了，搜一下房间里，把银子和铜钱都带走，制造出盗匪劫杀的样子来。我明白了。柳大山家失火了，昨晚有盗匪闯进了他家中，抢走了银钱之后，还把他们夫妻2人宰了，那场面惨的我都不忍心看。这是虎头山的山匪下山打秋风了，马上要交皇粮，匪患又闹起来了，这让人怎么活啊？里长已经报官了，县衙的捕快很快就到。这不是吓人吗？你这是打了头颅回来？先别说那个了，你赶紧回家看看吧，你家出大事了。我家怎么了？你昨晚没回家，如烟妹子都急坏了，满村子找人和她一起进山寻你，都给别人跪下了。这傻丫头，我都跟她说了，晚上回不来的话别担心，这乌漆嘛黑的，她一个姑娘家随便乱跑，出门多危险。虾仁，这鹿是你昨天抓到的，这东西不好抓吧？别提了，我又是布置陷阱，又是追的，花了整整1天时间，深更半夜追这玩意，差点没摔到悬崖下面。你们在这围着是做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二叔家昨晚遭了盗匪，一家2口全都被宰了。你二叔家无后，看来收拾首领这事还得落在你身上。他们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让我替他们收尸，下辈子吧。柳大山这夫妻俩可够惨的，死了都没人收尸，连侄子都不管他们。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下人亲爹死时没钱买，鲁大山也是一个子都没出，最后还是里长出钱买了些草席子才让他下葬。还有这事呢，也难怪下人那个态度了。
哥，能瞒过去吗？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不管别人怎么问，你都说我昨晚自始至终都没回过家。江湖呢？他今天一早便回马帮了，说帮中有活计找他做，好像要去打架。他走了正好，马帮势大，连官府也不会轻易去招惹。如烟，你去烧些水，我去把路收拾了。昨晚的行动并没有给虾仁带来太多不适，虾仁照常收拾猎物时，门外却突然传来了里长的呼唤声：“虾仁，你在家吗？”里长，这两位是？这是县里来的差官，为了调查你二叔被劫杀的案件，有几句话要问你。陈爷、金爷，这就是柳大山的本家侄儿虾仁。两位爷，您有话就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我听说你前日和柳大山的婆娘起了些争执，还差点动起手来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是有这么回事。那天他过来讨要肉食，我不肯给，他便在我家大吵大闹，甚至还要自己动手抢。我当时只是把他推开，可没动手打他呀。他是你二婶，向你讨要些肉食，你怎么不给呢？陈爷，您明察，我这位二婶在村中可是出了名的霸道蛮横。我爹娘还活着的时候，便因为田产的事跟他打过几次架。后来我爹死的时候，因为没钱买，向他家借钱，还吃了闭门羹。您说，就这样的亲戚，我怎么可能送给他肉吃？确实有这么回事，当初还是我花了30文买了草席给他爹下葬缴的坟地税。原来是这样。二位爷，您看还有没有别的要问？急什么？我问你点事。昨晚你是在山里过的夜？是，我为了抓鹿，才在山里耽误了许久，距离缴纳皇粮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还没凑够数，这不，近几日才冒险进了大龙山。谁能证明？金爷，昨晚入夜之前，如烟丫头转了半个村子，想要找人陪她一起进山寻凶，许多人都可以作证。这只能证明他妹子找过他，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在山中过的夜。若是找不到佐证，那便跟我去衙门走一趟吧。闻言，就连李正也有些傻眼。他干了这么多年的土官，和县衙的人也接触过许多次，此时自然知晓对方是在故意难为人。两位差爷，城中水仙楼的吴掌柜是我远方表舅。老金，吴掌柜的人脉广，就连县衙的师爷都和他关系近着呢。这么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怎么可能有他的亲戚？别让这小子唬住了。吴掌柜在县城的确是个人物，但就算是他，也无法干扰我们办案。您误会了，这些肉我本是要送到水仙楼的，眼下既然我去不了，就麻烦两位差爷帮忙跑个腿，这点银子便算是跑腿费了。算你小子识相，既然是吴掌柜的亲戚，那兄弟们总是要给些面子的。我们再调查调查，若是有了新线索的话，再来找你。终于把他们送走了。虾仁，若是有时间的话，跟我一起去趟土管司。李大山无儿无女，留下的3亩田产和那2间破屋，自然要归了你。成，我现在就有空。这是怎么个意思？虾仁，我可不是那些官差，你可不必巴结贿赂我这没用的老头子。您这说的哪里话？以前承蒙您的照顾，这肉就当是您给我爹交的坟地税的利息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最近好久没开过荤，确实也有些馋了。虾仁啊，你不要恨这些捕快差官，这世道如此，咱们没办法改变，就只能适应。民不与官斗，这个道理你得记住。您多虑了，我就是胆子再大，也不会跟官差犯浑啊。其实算来你也不算吃亏，你想想，若是把你带进衙门，随便往你头上栽几条罪状，再挨顿板子，兴许这半辈子都出不来了。你送了1两银子，几斤鹿肉，换来的是你二叔家的遗产和自由。里长，我明白的，在没有足够实力之前，绝对不能和官府作对，除非忍不了。很快，在里长的带领下，田地的变更文书很快便下发下来，虾仁成功接手了二叔家的所有遗产。于是虾仁找到了税官，将自己的贡粮上交上去。这什么东西，又酸又涩，还呛嗓子。哥，这酒可是很贵的，180文1斤呢，不喝别浪费啊。就这破玩意卖得这么贵，如烟家里还有大号的瓦罐吗？有倒是有，你要干什么用？我要酿酒，我今天去一趟城中，把猎物卖掉。你在家若是无事，便分出几个大瓮洗刷一下。对了，这是缴纳文书，一定要收好。那我就随身携带着。虾仁眼见安顿完，就将猎物都带走，赶向了县城。没过多久，村里有名的媒婆找上了门。
如烟丫头，你哥呢？他去县城了。麻姑，你怎么来了？虾仁最近勤快得很，你们家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我昨个瞧见他打的那头鹿了，好大的个头，至少能卖个10几两银子。那只是运气好而已，哥哥也不是每次都能打到猎物，好几次都是空手而归，有时候还弄得满身是伤。挣钱的路子哪有好走的？再怎么说也比村中的庄稼汉子强。对了，你哥今年22了吧？咱们庄子里的爷们儿大多16、17岁就娶了婆娘，虾仁这年龄早该讨老婆了。我这里倒是有几个合适的姑娘，要不你先替你哥瞧瞧。这年头男女婚嫁的年纪都不大，有些甚至14便成婚了。不过虾仁之前游手好闲，名声差，家中又太过贫苦，所以这10里8乡的没人敢把姑娘嫁给他。成，我倒真有这个念头。你看看这上面的姑娘怎么样？我不识字的。那这样吧，你把这册子拿着，让你哥哥自己挑。若是看上了哪个，就来告诉我。这可是我的心血，如烟丫头可别弄丢了。虾仁再次抵达水仙楼时，并没有见到吴掌柜，于是只变卖了猎物，并没有售出鹿茸。第二天，虾仁又起早赶往，但依旧没见到人，便赶回了家。我看北屋都落起砖了，今天江虎来过了吗？干了一下午活，走了还不到1刻钟呢。对了哥，你带回来的种子发芽了。好事，咱们尽快把酒酿上，多几个进项就安稳了。对了，今天麻姑来咱们家了，她给了我一本册子，要帮你讨个媳妇呢。我得了一种一娶老婆就会死的病，你要是想让我多活几年，就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赶紧开门，再不开门，当心爷拆了你这破院子。两位差爷有何贵干？少装糊涂，不是你们说黄狼已经凑够了，让我们过来拉走的吗？我不是刚交过黄粮吗？这玩笑可开不得！我家的贡粮昨日便已经被取走，还是2位亲自经手，这才过去不到1天时间，难道您便忘了不成？昨日交了贡粮，可老子怎么却一点都记不起来了？有何凭证？如烟，把收粮文书拿出来，给2位税官过目。就是这个。这文书确定是你家的？没错，这是昨日缴纳贡粮2位亲手开具的。大胆，竟然伪造官府文书！按照大齐律法，此罪当众打60大板，流放北荒，带走。等等，什么伪造文书？你们若想要捞点好处，大可以直说，给我栽赃，这样的罪名我可不认。哟呵，好小子，你还敢拘捕？好，老子就让你死个明白！你且过来看看，这文书上的落款对吗？这份文书上的字迹内容和虾仁昨天看到的一般无二，唯独左下角的落款和印章却产生了变化。昨日那落款是陈金峰，而今日居然变成了陈全峰。四方的印章此时也缺了一角。我记得清楚，昨天开具文书的时候检查了好几遍，确定没有问题。而今日印章出现变化，唯一的可能便是文书被人调包了。如烟，这份文书有没有被其他人碰过？没有啊，昨天你给我之后，我便一直贴身携带，从未取出来过啊。不对，昨天他来的时候，麻姑把婚册塞进了我怀里。伪造假文书，居然连我的名字都搞错了，该说你们胆大包天，还是愚蠢至极呢？平原县已经很久没出现过像你们这样敢伪造文书的了，我想县令老爷一定对此很感兴趣。这栽赃陷害也太明显了，现在要么任命被抓流放北荒，要么奋起反抗，杀了这2名税官，带着如烟落草为寇。等等，文书是我伪造的，我哥并不知情。想替你兄长顶罪，你以为我们是傻子吗？伪造文书这种大案，凭你一人也想担下来，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此案需你兄妹2人全部俯首认罪，否则这事不算完。2位差爷，做事别太过分了。我家2口人皆是安分守己的顺民，若是我们都没了活路，什么律法严令，便也不是非得遵守不可。我虽然没读过书，但也知道匹夫一怒，血溅5步的古话。2人听闻刚要发作，抬头看见虾仁那双满是杀气的目光。这小子的眼神绝对杀过人，眼下手中没有兵器，这要打起来绝对会吃亏。既然此事和你兄长无关，那我便不为难他，你便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哥，把这个还给麻姑。对了，还得找到真的文书才行。放心吧，如烟，哥不会让你被流放，一定会带你回家的。虾仁赶忙找到了麻姑家，但却得知他昨晚就连夜逃跑了。正当虾仁决定破釜沉舟，追上那2个税官，强行带回柳如烟时，陈二找上了门。这不是虾仁吗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我可听说你最近过得很滋润啊。少废话，没事就滚。你不想知道那真的缴粮文书现在在谁手里吗？这事是你干的。别误会，我只是个传话的。有人要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同意把如烟卖掉，那缴粮文书自然会回到你手里。价格嘛，还按照之前说好的那样，10两银子。
看来这文书只是其中一个手段，就算没丢，他背后的人也会想别的办法。可他们要如烟究竟要干什么？虾仁，你没有第二个选择了，你妹子都被抓走了，结局一定是挨板子流放，死无全尸。你倒不如把她卖给我，还能捞些好处银两，我也能回去交差。你背后的主家是谁？你知道也没有用，我背后的人既然能够请动士官出手，那就不是你我这种小人物能够撼动的。你该不会还在妄想着能够去报复，去讨个公道吧？少跟我废话，赶紧给我说。我说，王陆安王老爷，你晓得吗？县城王记绸缎庄的东家，他王陆安不缺侍女，为何要花数倍的价格，非抓着如烟不放？虾仁哥可别误会，王老爷买如烟回去，可不是让他当牛做马，是让他回去享福当主子的。这老东西一把年纪了，还想着吃嫩草。王老爷今年80，早就不近女色了。如烟是王老爷给他儿子选的媳妇，他和如烟又没交集，为什么非如烟不可？王家这位小少爷是王老爷60得来的，可谓是老来得子。但这位小少爷从小身体便不好，好不容易长到20岁，前些日子又染上了肺痨。王老爷请来不少郎中，都医不好。几日前有个游方术士算了一卦，说是要娶个老婆冲冲喜，这病便可不治而愈。肺痨，那不就是肺结核？这么说，是那游方术士要你们来找如烟的。他只给了一个生辰八字，只有符合条件的女子，王少爷的病才会痊愈。这些日子我们把10里8乡都转遍了，唯有你妹子是唯一生辰八字契合的。他们既然要如烟冲喜，那就还有时间。虾仁是拿了钱跟王家做亲家，皆大欢喜，还是硬撑着不肯低头，家破人亡？你自己选吧。那我当然是都不选了。此事做得不错，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。那风筝文书可得收好了。若是虾仁同意卖妹子，这东西可是把那丫头从大牢赎回来的凭证。王老爷放心，这东西我一直贴身带着，绝不会出差错。你先下去吧。少爷可血了，快拿汤药来。腾儿，你再忍忍，爹给你找的媳妇马上就能娶到家了，你这病很快就能见好。这乡下的烂泥路真是难走，我新买的靴子这才几天，鞋边都快磨破了。得了，靴子才值几个钱，这都到交黄粮的时节了，咱们随便走几个庄子就能捞不少油水。这次收完贡粮，老子又能盖间大瓦房。魏税司确实是个肥差，不枉我当初花几10两银子买的这身官衣，哪像县衙班房那帮捕役，整天累死累活，一年到头也落不了几个钱。你还别说，他们可是极度的紧，就单这次的事，王老爷就给咱们兄弟一人出了10两，等回了城，老子非得去趟春花楼。我累了快10年，哥哥好不容易变好，生活有些起色，便遭遇这样的祸，这样也好，早些死就不用再受苦了。哥俩要去春花楼，那得带我一个啊！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虾仁，你要做什么？别喊了，这附近没人，你就算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帮你们的。老子奉命行事，你要违抗朝廷的旨意，敢动我们，就等着满门抄斩吧！你看又急，我就是来带回我的东西，你们这么急干什么？你想要毁灭证据？什么证据？那是我用来大号的纸。意图袭击朝廷官差，罪大恶极，格杀勿论。把镣铐的钥匙还有那张纸都拿出来，东西都给你，饶命啊！回去告诉王陆安，此事若就此作罢，那我宁可认下这个亏，从此往后各不相干。可他若死抓着我们不放，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，我贱命一条，换他全家，值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传达。走，咱们回家。二人赶忙走出10丈远，见四周没人，柳如烟才敢说话。哥，这事真能了结吗？哼，不说那个病急乱投医的王家老头子，单是这2名税官都不会放过我们，日后肯定会找机会报复。我方才让他传话，只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，认为我不敢和他们作对罢了。但凡和此事有关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你说什么？假文书被抢回去了，那个丫头也被虾仁带走了。2位大人，我可是花了足足20两，就换来这样一个结果，一个市井泼皮都收拾不了。是我们小乔那小子了，我原以为他不敢在官差面前放肆，但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。他算准了我们没有证据，不敢将此事上报给县衙。我们和捕快分属不同，没有上面的发话，他们不会插手的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实在不行就派人强抢，反正那小子无权无势，只要我们做得干净，绝不会有什么麻烦。
派人伪装一番，趁着夜黑风高闯进家门，杀了那贱种，再一把火烧个干净，剩下一个弱女子，还不是任人拿捏？那只好如此了，希望这次不会再出什么岔子。下人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前2日双溪村有家农户被劫杀，听说是虎头山的盗匪下来打秋风，正好将罪名推到他们身上，或许还可借此事以出兵剿匪之由头，再向民间收笔税款来，一举两得。什么情况？如烟妹子被税官带走了，到底发生啥事了？就是这个情况。那这次麻烦了，王陆安颇有价值，他能请动官府的人出手，那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次不成，下次说不定就来硬的了。我也担心这事，这样你一会儿找几个人，明白了吗？夏银哥，你放心吧，你交代我的事儿一定办到。哥，你要做什么？有我能帮上忙吗？我就是让他去马帮找几个人来助拳，若是王家想要硬来，咱们人多也能有些底气。如烟，这阵你先去三姑家坐坐，我要进趟城。进城。这陆荣若是再不出手，可就要烂在手里了。而且请人帮忙，总得给些钱吧，还要重新缴纳贡粮。唉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把文书保存好。咱们被人盯上了，就算没有文书这事，也会有其他问题的。而且咱们是亲兄妹，说这种话做什么？以前我惹了那么多麻烦，不都是你擦屁股吗？这次不一样。好了，别胡思乱想，我送你去三姑家。我没回来之前，不管有谁找你，你都千万别出来。下人将柳如烟安顿好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水仙楼。小兄弟，没想到你还真给了我惊喜，这鹿茸品相不错，还是出生茸，好东西，货没问题。咱们之前说好的30两，拿着吧。吴爷，我还有个请求，若是你不答应的话，这鹿茸还真不能卖你。怎么？这是看我出手太痛快，想要坐地起价，把我当肥羊宰了？您误会了，小子，我碰到了一些麻烦，希望您能出手相助。只要您能在中间过个话，这鹿茸的价钱我再往下减10两。我倒是真有这个门路，但你可要考虑清楚，是要事没成，可跟我没关系。您放心，规矩我懂。夏银哥，昨天下午我跟几个兄弟在王家附近监视，亲眼看到了有人去牲口行拎了10几匹马，他们今晚一定会动手。王家那老杂毛爱子心切，那2个税官一旦失手，他肯定会尽快想其他办法。那咱们2个人咋面对他们10几个人？我请几个马帮的兄弟助拳，你都不要？先别急，他们要来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老子是虎头山的2大王，外号黑旋风师爷。乖乖把粮食银两全都交出来，老子若是心情好，还能给你个痛快。这小子真够蠢的，得罪了王老爷，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。虎头山盗匪已经现身，各位大人，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几波箭矢从4面8方射出，将王管家带的人尽数射倒。我操！不好，有埋伏！侍卫守军，不可能！你一个地痞混混，怎么请得动守军？我倒是真有些好奇了，你到底惹了什么麻烦，竟然想请守军出手？你一个乡下猎户，是拐了谁家的千金，还是睡了谁家的小妾？若只是因为裤裆里的事，我倒真抹不下脸来求您。此事实在是一言难尽。王家在城中也算是大户人家，若是他们私下有交情，说不定转头就给我卖了。罢了，既然你不想说，我也懒得打听。守军的参将林坚，虽然和我有6、7年的交情，但他却是个爱财鬼。你若是为不保他，单凭我的面子，恐怕也请不动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见见他。怎么，水仙楼的生意都跑到我军营来了？那吴掌柜的当老子这是什么地方？什么人都往这带？林将军，我来这是生意的，而且带着您，绝不会拒绝的条件。一个乡野小子能拿出什么报酬？我的要价可不低。将军，方才入营时，我见将士们虽勇武，可身上甲胄却有些旧了。若将军肯出手相助，事成之后，我能给您一个换新家的机会。小子，你可知一套贴甲值多少银子？180号人全换新甲，少说也要上千两，你拿得出？我拿不出，但王家拿得出啊。那个开绸缎庄王家，细细说来。家中小妹不知为何招惹了那个王家，他几次设计要陷害我兄妹2人，我已安排人得到消息，他们明晚必将动手。他们竟敢如此明目张胆！恰巧前几日我村闹了盗匪，我叔婶2口被杀，现在村中人心惶惶。只要将军派人在我村种埋伏，待王家之人动手时，出手将其擒获即可。到时候您说他们是什么身份，那他们就是什么身份。
小子，你胆子不小，但王家在平原县根深蒂固，老子凭什么为了你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乡民去啃这块硬骨头？因为我知道将军与王家有些旧怨，自古以来办事就讲究个出师有名，我能为您带来机会，而且我什么都不要。你还知道王家和我有旧怨？当年绸缎坊一事，我确实是有所耳闻，若是不准备的充分一些，我哪敢来见您？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小子，这买卖老子接了。哼，老子本来还准备了一些盗匪的衣物，让戏演得更真实些，没想到他们自己就办上了，倒是省了不少事。恭喜林将军，您擒获了10几名盗匪，不仅可以顺藤摸瓜抄没王家的财产，还能上报总兵府请功。来啊，把那二大王给我押上来。就你叫黑旋风啊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客官。虎头山管事的吗？我都懂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活？小的想啊，白天想，夜里哭，做梦都想去首都的想啊。那就乖乖听话。你是受谁指使要来做什么？是王陆安差使我们前来，要我们装成盗匪，劫杀虾人，抢他的妹子，回去给少爷成婚冲喜。你们是虎头山山匪，不过是借王家家丁的身份潜藏在城中罢了。那王陆安便是虎头山背后的大当家，他借用绸缎装作幌子，其实干的都是打家劫舍的勾当。而今晚你们便是受到他的指派过来劫掠村庄的。明白，明白。可恶的山匪王陆安，竟敢伪装成商人！懂事，带路吧。虾仁待在家中一夜未眠，直到看见卫兵回来报信，心里的石头才放下。王家统妃宁将军昨夜将他们尽数打入大牢，等总兵府的军令一到，便可将其斩首示众。昨夜抄没王家家产时，从一名老妇人身上搜到了这份纳粮文书，上面记有你的名字，故此送还。哦，有劳军爷了。宁将军要我转告你，此事能成，少不了你的功劳。你可以提个要求，只要不过分，卫所军都会尽力帮你完成。我想求几道弓弩的免进文书。弓弩？不瞒您说，我平日里以打猎为生，如今山中野兽狡猾凶猛，仅凭陷阱猎刀很难对付他们。若是能有几把弓箭傍身，往后再进山捕猎，便要轻松顺利得多。原来如此，若只是狩猎所用的木弓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要几道？10道便可。前些日子天降大雨，淹了村中不少良田，许多庄户交不上贡粮，都得冒险进山狩猎。我想组建一个猎队，人多了，彼此之间也好有个照应。好说，你等信即可。时间一晃来到正午，先前的卫兵去而复返，并带来了解禁令。这是林将军亲自签发的文书，大齐境内的州府通用，但只能使用猎弓和木弓。若是私自打造铁台弓和连弩，不仅文书要被收回，连你都要坐牢掉脑袋。请转告林将军，我自有分寸，不会做出违反禁令之事。王家已倒，虾仁将妹妹接回了家，而二虎收到消息后也赶了过来。虾仁哥，那王家真被抄家灭门了？方才守军的人来过，带来的消息应该不假。虽然他们还没掉脑袋，但已是难逃一死。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啊，守军都惊动了。已经是过去的事，不提了。虾仁哥，我真觉得自己像是第一天认识你，我原以为你只是拳脚功夫出色，没想到算计人的手段也一样不凡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算长了些见识。我准备召集10里8乡的青壮好手，组建一支猎队。这样一来，日后在山中能有个照应，旁人也不敢再来随意欺辱我们。对，山里危险，能有个照应是最好的。日子总算安定下来，虾仁家的北屋建起，猎队的选拔也圆满结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虾仁招募的2名队员都当过府兵，且都是外村人。最终众人商议，猎到的猎物与虾仁6次分成，虾仁也将他们安置在了二叔家。二虎，你跟我关系最近，我也不诓骗于你。如今山中猎物众多，只要肯卖些力气，赚的肯定比你在马帮要多。不如你就退了帮，跟着我干吧。对啊，胡子哥，你整天跟着马帮打打杀杀多危险，不如跟我哥一起当猎户。虾仁哥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但这件事我却不能答应你。金一头上，我已认过血酒，正式入了马帮香堂。若是以前，我只是个挂名弟子，肯定二话不说就跟你干了。我明白了，但若是有事，你就来找我。一定。虾仁，滚出来，别在里面当缩头乌龟。吵什么？要说话就一个个来，乱哄哄的像什么样子？虾仁，你组建狩猎队，凭啥不收本村人？那2个外乡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现在吃香喝辣的，可知村里多少人家都揭不开锅了？赵四哥，我前几天不是跟你说过，山里虎豹成群，没点本事进去就是送死。你不达标就一边去，有种的用实力说话。山中危险又怕什么？只要我们人够多，还怕什么猛兽？30-40人一拥而上，就算是狼群也得落荒而逃。
人多确实不怕虎熊，但猎物也早就被吓跑了。这是打猎，不是打仗。灾荒之年，同乡之人本就该互帮互助。虾仁啊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村中汉子没有技艺傍身，那你便花点时间教他们不就得了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还有这招啊！这才对嘛！我当年啊，那我凭什么放着现成的好手不用，偏要给自己找麻烦，浪费时间去教你们做事？虾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在一个村子住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有些情谊吧？你连这点忙都不肯帮吗？哼，当年我父亲病死，没钱收尸，我和妹子当时求了大半个村子，你们没有一个肯伸出援手。当时天寒地冻，我们兄妹2个挖着比铁都要硬的冻土，差点把手都磨烂了，谁帮过我？后来我们吃不上饭，穿不上衣，各位也从未施舍过一口米面。如今看我出息了，便厚着脸皮过来，要分一杯羹，要我帮忙做奉献。各位乡亲，这是把我当成冤大头了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提他作甚？这狩猎队你让不让我们进？给句痛快话，你今天若是不肯答应，我们就不走了。还有那2个外乡人也休想继续住在双溪村，你以后的日子也休想过得安生。这群混账真是不知好歹，打猎那么危险，他们都红眼了不成？二虎，我错了。不是虾仁哥，你错哪了？我错就错在浪费时间和傻子交涉。乡亲们，冲啊！活腻歪了是吧？老子看谁敢动！老夫还真不信了，2个毛头小子还敢跟我动手！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，我告诉你什么叫7步以内，箭又准又快。你竟敢对我们放箭，反了！反了！论辈分，我可是你的叔公，就连里长对我都要客客气气的。你这混账，你是想被赶出双溪村？看来是我太过低调，让你们都忘了我以前是个什么脾气秉性。老头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可就不敢保证设在什么地方了。有一个算一个，上来试试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有本事把我赶出村去。虾仁，何必呢？您消消气，不同意便罢了，何至于动刀动枪的？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虾仁这小子简直六亲不认，真当这大龙山是他家后院了，他不带我们进山，咱们就自己组队。老子就不信了，他虾仁能打到的猎物，我们就打不到。四哥说的在理，咱们人多势众，把山里的猎物都给他打光，到时候看他怎么跪着来求我们。可山中豺狼众多，若是没有经验老道的领路人，只怕会有凶险。山中狩猎哪有这般简单？柱子家的，你懂什么？虾仁从前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混子，他都能混得风生水起，凭什么我们不行？就是那小子分明是怕我们知道山里猎物多，坏了他的好事。明日鸡叫3遍，村口集合，咱们非得打几头大家伙回来，让虾仁那小子开开眼。第2天，虾仁几人爬上大龙山时，果然遇到了赵四等人。四哥，你看，虾仁他们也进来了，要不咱们跟他搭个伙？我赵四就是饿死，从这里跳下去，也不吃他虾仁的剩饭。今天非得抢在他前头，把山里的猎物扫荡干净，让这厮空着手回去，才知道得罪咱们的下场。四哥说的对，咱们先进山。虾哥，他们就是昨天闹事的，拿个破草叉进去，能猎到什么？好言难劝，想死的鬼！待会进山离他们远点，别被蠢货害到了。还有，既然跟我进山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虾哥放心，我们绝不给您添乱。还有一点，只要有机会，最后一件必须留给我。这是什么规矩？他莫不是有特殊癖好？把这个抹在身上，把这玩意挤出汁水，抹在身上可以隔绝体味。往大龙山深处走，便开始有猛兽出没。若是嗅到活人的味道，定会袭击。虾仁哥，咱们进深山是要去猎什么？野猪。赵四哥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咱们是不是迷路了？对呀，都走了半天了，周围看起来都没什么变化，咱们该不会一直在这里打转吧？难道是鬼打墙？这是狼嚎，有了！赵四哥，这可咋整啊？正愁找不着猎物，这不是送上门来了？咱们10几个大老爷们还怕几头畜生？他们若敢现身，便剥了他们的皮做褥子。听说城里人稀罕着呢。小五，躲开！获得青铜宝箱，是否开启？不开。宝箱暂存系统空间，将保留3日，超过期限则被收回。还有空间，要是能随便使用就好了，还能把猎物放里。小五，你没事吧？就是剐蹭了一下，骨头没断，不赖事。虾哥，你这射术真不错。行了，别逞强，快顺顺气。
都是我的错，方才那下若是没失手，这畜生早就被拿下了。嘉哥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下次一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放心，毕竟是第一次打猎，你被野猪碰到还不慌张逃命，已经相当不错了。晚上下山后多分你1成肉，受了伤就该补补。虾哥，真的谢谢你了。我朋友不多，希望你也能成为让我放心托付后辈的兄弟。虾哥您放心，我这条命。行了，别动不动就搭上命的，咱们是来打猎的，又不是来送命的。你去帮忙收拾吧，记得把内脏留着，到时候还能打窝。与此同时，赵四一行人正瘫坐在树下，他们走了2-3个时辰，依然没能走出山谷，体力几近完全耗尽。完了，这鬼打墙的山谷根本走不出去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非要走这条道，咱们至于被困在这里吗？都别吵了，在叫狼都要。咦，他妈了个逼！狼来了！当虾人一行人回村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而他们的收获引得众人侧目。你看，虾人这次猎到猪了，好大的脑袋！这畜生怕不得有200多斤。李家丫头可真有福气，顿顿吃肉，比咱们强多了。哼！我家阿三也进山了，等我吃上肉，就端着碗去他家门口转悠，杀杀他的威风。到时候看他还能不能摆出嘴脸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！别说这种丧气话，30多条汉子进山，就是遇上老虎也能应付，说不定是打着大猎物，所以路上慢了些罢了。前些日子虾人那小子不就在山中住了1夜吗？咱们稳住心态，千万别自己吓自己。有脚步声，是他们回来了。准是猎队，就是他们回来了。不知道他们打到了什么猎物，一天没吃饭，就等着他们带肉回来尝尝鲜呢。该不会空手而归吧？不可能，我都闻到血腥味了。这么大的味道，他们一定收获满满。这是怎么了？胳膊怎么都没了？我们以后可咋活啊？我们在山中迷了路，又碰到了狼群，能逃出来已经是祖宗保佑了。阿三呢？我儿子阿三呢？他留在山里了。这夜，一道凄厉的哭嚎响彻在双溪村上空。怎么有狼叫？追下山了！管他的，先把宝箱开了。获得巡山狼犬1只，竟然是一条猎犬，打猎能派上大用场。萝卜，真棒！纸巾，哦对，那东西我还没研究出来。从今以后你就叫小白了。哥，你屋里怎么有叫声？这是谁家的狗？真可爱。这家伙不知道从哪跑到我屋里了，谁知道他还蛮听话的，我训了几句，他都乖乖照做了。正好最近世道不太平，我想给他留下看个门，日后若是上山狩猎，带上他也好轻巧些。这个头未免太大了些，你瞧那爪子都跟我的手差不多了。这狗威武得很，毛发又顺溜，定是有主的。咱们将它留下看家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？他若是真有主，等有人找上门时再还回去就是。明天我去趟镇里，把猎来的东西卖了，小白就留下来陪你看家吧。范师傅，这次除了野猪肉，我还带了自家酿的好酒，您尝尝，若是口感好，我可以多送些过来，保证畅销。这味道够劲啊，让我尝尝。范胖子，典规第3条是什么？当值期间严禁饮酒。你这身肥肉是不是又养了？我姐夫不在，你就敢这般放肆？酒业命贱，小的正要提民，品鉴这好酒呢。这酒稳住，确实香醇，比顺福佳酿还要浓烈。我尝个屁！你一个厨子哪知道什么是好酒？一个乡巴老娘的浊酒也敢拿到水仙楼献丑？你说什么？嘴巴放干净些，小子！这毕竟是人家的地盘，在这里吵起来不明智。哼，范胖子，记清楚了，水仙楼的酒水只认许记老教的牌子，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，趁早给我扔出去！娘的，这狗仗人势的东西！如果我没看错，这位就是大掌柜的七弟，平原县有名的花花公子梅哲。没错，就是这混账！这小子不学无术，整日惹是生非。若不是大掌柜一直护住他，早就不知道死在哪条阴沟了。他和许记老窖的东家相熟，水仙楼的酒水全都是他一手操持。从许记沟这儿来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不知道昧了多少好处。无妨，好酒自有识货人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独家秘方最新研制的酒，新品上市，欢迎品尝。一坛只要2两银子，一坛就要2两银子，看分量，这也就4、5斤的样子吧。这价格也是面上最好的青梅烧，还贵7、8倍。不是什么老窖坑，是乡下子酿的酒。诸位父老乡亲，这第1碗免费奉送，一文不收，谁想来尝尝？
不要钱，此话当真？胖西西，世上哪有这般好事？说不定等你一碗酒下肚，他转头又出尔反尔，要你整缸的酒钱。上月城西王老汉不就是贪图便宜，喝了碗免费的符水，结果被讹得连裤衩都当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敢如此？这年头，乡下人都快求疯了，拦路抢劫都是常事，讹诈又有何不敢？都说城里人见多识广，怎地连碗酒都不敢尝？莫非是怕一碗酒下肚，罪态百出，丢了体面？老子打铁20年，陈家老窖的青梅烧，我一口气能喝一整坛，号称千杯不醉。就你这清汤，就算是10碗，也不过是漱口罢了。青梅烧，我这酒可比他要烈得多。莫说一坛，就算能饮下3碗，已经算是海量。若是我能做到如何？此酒名3月春，取出春3味其真酿制。壮士若能连饮3碗不醉，这1两银子也归你所有。可若不成，那可得照价来付。看来老子今天赚了大运，不仅有免费的酒喝，还有银子呢。这酒果然有问题，快去报官啊！有人当街下毒，快去报官啊！好酒真够劲。壮士，请用第2碗。让我缓缓。李铁匠，你不是千杯不醉吗？怎么才喝了1碗就不敢再饮了？别让这个乡下人小瞧了咱们啊！好样的，别丢分，精神点。李铁匠又连着喝下2碗，还没说出半个字，就陷入了婴儿般的睡眠。这酒厉害啊，3碗就把人撂倒了。诸位父老乡亲，谁对自己的酒量有自信，尽管来试一试。方才的对赌依然有效，3碗不醉，1两银子，机会不多，先到先得。老朽品酒40载，倒要看看什么酒这般厉害。这酒中竟有松针清气，还有一味老朽从未尝过的干裂浓香，初入口时如刀割喉，回味时如神拳灌顶，一口下去经络通畅，浑身舒坦啊！什么？连栾先生都称赞这酒美味，我也要来试试。3月春很快便得到了众人的认可，他们争先恐后，不多时1坛便已见底，而3碗的赌约自然没有人赢下。这1坛酒竟赚1两6钱，抵得上寻常人家2、3个月的开销了。小哥，我没抢到啊，你明日还来吗？若来的话，我先订上3坛。你家酒窖在何处？不如我们现在过去取，保证不欠账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这酒乃是新酿的，家中已经没了存货。若是各位想要，10天之后我会再来的。虾人满载着收获赶回村内时，又听到了流言蜚语。听说了吗？六婶爷们阿三没了，今天跑去虾人家要说法了。听说了，他说要不是虾人不带着，他儿子也不会死的。这不给他家妹子都闹上了吗？要不是刘玉芬去了，估计还没完呢。你们说的是真的？他去我家闹事了？咋？虾人？我问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啊，动静挺大的，好多人都听见了。完了，这下六婶他们家不好过了。哥，你回来了，快准备吃饭了。你脖子上有划痕，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不小心碰到的。哥，你要不说，我都不知道呢。我要是不问到底，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？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都听说了，六婶今天来咱家了。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去别人家问。唉，就是他来找我吵了几句，还动了手，但是我把小白锁进屋了，没伤到人。玉芬姐还来帮了忙，没事的哥，我没给你添麻烦。以后有事就和哥说，别老是觉得麻烦我。我去和刘玉芬道谢，你在家等我。娘，要吃药了，你先等下，我去烧点水。玉芬，别白费力气了，娘的病自己知道，再折腾也是白费力气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二拐叔都说了，您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把药吃完就好了。又是赊的药吧？二拐心地好，但人家也要生计，这药钱以后得还上。眼下又到了缴纳黄粮的时节，咱们家2口人便要凑600斤稻米。我的好闺女，这担子落在你身上太重了些。娘，我不累的。我这个当娘的这些年没帮上什么忙，反而一直在拖累你。躺在炕上这些日子，我也想清楚了，我死吧。娘，我能养活你的，我能去山里采药，还能去给人煮饭洗衣。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我不要你死。打扰了，虾仁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虾仁来了，快进来坐。我组建了一个狩猎队，又要酿酒，家中只有采薇一人，有些操持不过来。大娘，我缺个帮手，让玉芬妹子去做工吧，一日管2餐吃食，还有薪酬。虾大哥，你无需。1个月3钱银子，你们的黄粮还未缴罢，这个就当是预付的工钱。虾大哥，你的恩情我还没还。
别的不多说了，明日记得来上工，今晚早些休息，我家的活会很累的。虾仁并没有去六婶家，反而去找了刘玉芬，让村里不少人惊讶无比。虾仁居然放过六婶了，他有这么好心？可能是看一个孤寡老人刚死了儿子，实在有些不忍心了。看来他倒也不是全无慈悲，还留着几分人性。王家的铺子都收来了。帮主，底气房契都在这了，请您过目。这活办的利索。帮主，今日城中倒有桩稀罕事，有个乡下小子在街上摆摊卖酒，一坛酒卖出了2两多的天价，许多人争相品尝，差点打起来。有这种事？这酒莫非是什么琼浆玉液，宫廷佳酿不成？这倒不至于，我听说那酒是他自己酿造的，叫什么3月春，喝过的人都说它口感浓烈，令人飘飘欲仙。今天下午已经有好几家酒坊派人买来了材料，想要四周仿造了。这酒真的如此美味，比青梅烧还好？就连那个阮先生都说这酒和青梅烧乃是云泥之别。本帮主正发愁不知该做什么生意，立马就有人送上门来。这酒的酿造之法若是能被我所用，那不出半年，整个平原县便不会再有别家的老窖。那卖酒之人的底细摸清楚了吗？姓名身家还不清楚，但听帮中的兄弟说，他似乎给水仙楼送过肉，好像和吴掌柜还沾亲带故的。是夏银哥。二虎，你认得这人？二虎因为在赌坊的争斗中表现得异常神勇强悍，所以得到了马占山的赏识，不仅让他加入了马帮，成为了正式成员，还管辖着10几名弟兄，当了头目。我不认呢，从未听说过这号人物。此事你马上去办，查清卖酒之人的身份，把那酿酒之法弄到手中，必要时可以用些特殊手段。隔日一早，在几里外的双溪村，一声尖叫划破了寂静。快来人啊！六婶子上吊了！阿三死在山中，六婶又上了吊，这家算是死绝了。白犯人送黑犯人，可谁也受不了啊！行了，都别愣着了。要死之人怨气最重，若是下葬，日后怕是有什么事端。去弄些干柴来烧了吧。好，这就去。那脖子上的勒痕，一看就是人干的。瞎小子，老头子我可是给你当了一次帮凶，那半截鹿腿的价格可真是贵得很呐。我昨天进城卖酒，生意红火得很，已经是打出名号了。对了，昨日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我顺路去请了秀芬姐和三姑来帮忙做工，他们过一会就来上工。虽然酿酒利润丰厚，但虾仁心里清楚，在这个世界还是得靠打猎开宝箱。一个黑铁宝箱就能开出3月春的秘方，若是将来得了黄金宝箱，开启出的奖励自然要更胜过他许多。虾仁暗自打定主意，即便日后富可敌国，这打猎的营生也绝不能丢。我要和贾川他们进山去酿酒，这摊子就托付给你们了，除了佐料，剩下的都可以交给他们。我明白了哥，都听你的。是三姑吗？这还早得很呢。二虎哥，夏银哥在哪？快叫他出来。我哥跟人进山去了，已经走了快1个时辰。可恶，到底是晚了一步。二虎一夜未眠，今早成进刚解，便找了个借口离开马帮，一路跑回双溪村，准备给虾仁报信。虎子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马帮，算了，这事你帮不上忙，等虾银哥回来，我亲自跟他说。我先回去补个觉，记住，虾银哥一回来，立刻让他来寻我。开门红啊，虾哥真是条好猎犬，要不是他，咱们就算再走上几遍，也发现不了这狗獾的踪迹。这獾子虽然没太多肉，只有10几斤，但它的油可是好东西，价值不菲。真是条好狗，给你肉吃。小白只认我一个，其他人喂食的东西，无论好坏，他都一概不吃的。小白的状态不对，拿上家伙事，赶紧走。刚才有头老虎过去了，太悬了。若不是我们在下风口，小白闻到了它的味道，我们今天肯定得交代了。赵家兄弟的猎图上，这头雄虎基本都待在深处，或许是昨日大雨冲淡了林中的气味，他才出来巡视领地。没想到你今天刚进山，便立了一个大功。你说什么？那卖酒的小子和二虎是旧识？没错，我差人去水仙楼调查过，那卖酒之人第2次去水仙楼送货时，便是和他结伴去的。昨晚我便瞧二虎有些不对劲，没想到此事竟然真与他有关。看来昨晚那番话是骗我了，他人呢？今日一早便告了个假，说有些急事要出城。出城怕是去通风报信了。二虎啊二虎，你倒是演的一手好戏，去把咱们这位兄弟请回来。赶紧醒醒！是夏银哥回来了，原来是林兄弟啊，请坐。寒舍简陋，家中又没个女人操持，诸位兄弟大驾光临，却没有什么茶水招待，见谅见谅。我去买些酒菜，今日各位兄弟便在我家吃了。
韭菜就免了。帮主记住见你，命我等即刻请你回总坛，不得有误。马占山定是发现了什么，否则绝不会这么着急。既然是帮主有令，那便走吧。林二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帮主要你来请我，你竟敢帮我？对不住了，兄弟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有什么危切就等回了总坛，眼见帮主后再说吧。帮主，人带到了。干得不错，下去吧。二虎，本帮主前几日特许你成为正式帮中，提拔你做了头目，你便是如此回报我的。那贩卖三月春之人，分明与你相熟，你竟敢诓骗于我！帮主，我不是存心欺瞒，可那贩酒者是我的挚爱亲朋，手足兄弟，我怎能出卖他？哼，好一个义薄云天！帮规第7条，欺上瞒下者，该当何罪？去手执行。我明白我做了什么，请帮主动手吧。那我就满足你，小子，乖乖受罚吧。帮主，你这是？先跟我走吧，领你吃顿饭去。帮主，这是断头饭。二虎，在你心中，本帮主便是这样一个动不动便要取人性命的狠辣之辈吗？管理这偌大的帮派，的确需要些铁血手段，但也不能全无情义。二虎，你知晓男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武艺、钱财还是女人？错，是权势。咱们刚刚吃的鱼名为江鲤，产自于柳江，只有3月份最为肥美。但由于柳江水流湍急，每年都有不少渔民为了捕捞它而丢掉性命。在市面上，1斤可以卖到12两。多少？一条鱼要12两。从柳江运送到平原县，路上也花费了不少。被烧成菜后，它的成本便要在20两以上，足以换到7个黄花闺呢。我只觉得这鱼味道鲜美无比，却没想到这小小一条鱼，竟然比7个大活银还要值钱。这样的鱼，我每天都要尝上1条。这套酒具再加上其他菜肴，这桌酒席的价值早已超过50两。我一餐便可以抵得上10户人家1年的吃穿用度。这世道真是荒唐，有人饿的只能啃树皮，有人吃饭却要几10两，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。在这弱肉强食的世道，强者可以享受一切，而那些穷鬼便只能瑟缩在墙角，看着别人享乐。二虎突然想起县城内的一条河，江城一分为2，东城的华贵之人整天饮酒作乐，萎靡不堪，而河对岸的乞丐们得了行人赏下的一口面膜，便宛若疯狗般抢夺着，打得不可开交。他明白自己若是按原来的路子，可能这辈子都踏不上前往东城的桥。二虎，我不会看错人。从见你的第一眼起，我便知晓你是个有野心的家伙。你绝不会甘心只当个小头目。你看到的这些，还仅只是诠释者生活的一角。告诉我，这一切你想要吗？我当然想，只有傻子才不想。只要你把酿酒的方子弄到手，你想要的，我全能帮你实现。帮主，那方子可否花些银钱去买？马帮这些年最让人畏惧的便是这强硬手段，地盘和产业大部分都是抢来的。若是为个乡下小子破例，往后在这黑道之中便再也无法立足。可帮主，他是我兄弟，兄弟情谊，等你有了权势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二虎，人这一生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不多啊，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江二虎突然发现，如今的他站在了那座桥上。二虎没在家，估计是有事出去了，也不知道什么事这么急，连个纸条都不留一张。不知道啊，二虎哥走得匆忙，也没说明白什么事。到时再说吧，现在也联系不到他。咱们的酒怎么样了？三姑他们可真是卖力，蒸了好几大锅高粱，把咱家那10个酒缸塞得满满当当的。如烟，咱家现在还有多少银子？刨去付出去的工钱，还剩39两6钱呢。都取出来吧，我有用场。全都要用。哥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打算把隔壁的旧院子盘下来，把围墙往外扩，再搭几间草棚，往后晾晒猎物，堆放酒缸也能宽敞些。扩建新房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吧？买旧院算1两6，购置木材泥瓦算2两，加上杂七杂八的人工费，顶多5两银子。对了，砖坯咱们可以自己脱模，我现在手艺可好了，又能省下一笔呢。如烟啊，咱们有稳定进项了，不用这么省的。现在虽然宽裕了些，可该省的还是得省，这可都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每一文都得花在刀刃上。除了扩建院子之外，我还准备买一架骡车，到时酒酿好了也好拿过去。哥，你这是？我有点用。二虎，过来坐啊！虎子哥还没吃吧？正好一起吃点。我在城里吃过了。你有急事找我？方才我去你家了，你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连门也没锁。是有个事。有事直说呗。
你一个大老爷们，怎么今天扭扭捏捏的？这可不像你，咱们是一起办过大事的兄弟，尽管开口。夏银哥，这事我真不知道该咋说才好。我在马帮。夏银哥，你这是？今天如烟跟我说了之后，我就猜到你的来意了，是缺钱了吧？你刚进马帮，自然免不的要上下打点一番，开销定然小不了。这些银子你先拿去应急，不够的话再跟我开口。二虎盯着面前那个鼓鼓囊囊的钱袋，只觉眼前一阵恍惚，脸颊火烧般发烫，羞愧感如潮水般涌来，几乎要将他溺毙。夏银哥，我愣着干什么？拿着！我不是来借钱的，我是奉马帮帮主之命来抢你酿酒坊子的。二虎，你说什么？夏银哥，你前一去城中卖酒，被马帮盯上了，他们查清了我和你的关系，便要我来把酿酒的坊子取回去。那你过来是要和我一道商议对策，对抗马帮的吗？夏哥，我用性命担保，我没有害你的意思。马帮势大，那帮主的手段更是狠辣无比。凭你我之力，想要对付他们，无异于匹夫撼树。把方子交出来，至少能换个平安无事。二虎，你若能把方子带回去，那帮主会给你什么奖赏？他让我当乡主。原本我还想花些银钱助你在帮中快速立足，现在看来倒是我多此一举了。拿去成就你的大业吧。二虎始终没有抬头，只是转身走出小院，融进浓稠的夜色里。如烟锁好门，我出去一下。哥，你这是要干掉二虎吗？瞎想什么呢？若是想要宰了他，何须如此麻烦？刚才我就动手了。那你这是？我去找贾川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对付马帮。可是咱们不是已经把方子交上去了？那张纸自然是假的，想要把3月春酿造出来，至少需要10日。这假方子能暂时稳住马帮，争取一些时间，这阵子够了。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？让你们挤在一间屋子里，委屈你们了。虾哥说的这是哪里话？以前在军营的时候，连人坑都睡过，还怕挤吗？我们就是粗野汉子，对住的地方没要求，有个遮风挡雨的窝棚就行。我们打算明日进城，再买些木材瓦片，把院子拾掇。你们知道马帮吗？知道啊，平原县内恶棍流氓不少，马帮是势力最大，也是最霸道的一个。马帮盯上了我的酿酒方子，想要抢过去，我准备跟他们斗一斗。你们若是愿意跟我一起，未来贩酒的利润我分你们1成；若是不愿意，明天便收拾一下行囊，回大王庄去，免得遭到连累。虾哥，你把咱们兄弟当成什么人了？你给我们饭吃，我们就豁出命来帮你，管他什么马帮驴帮，蛮子的贱都要不了老子的命，还怕几个地痞？虾哥，我只说一句话，我那天说的是还作数，我们也是在死人堆里打过滚的，我这条命是你的了。但想要对抗马帮，单凭咱们几人肯定是不够。明天小五去城中把猎物送到水仙楼，我俩去召集人手，选出10里8乡那些胆大有本领的汉子召入狩猎队，至少不能让弓空着不用。隔天一早，几人便赶往了镇上，经过层层筛选，最终只招了8人。他们和家人告别之后，便收拾了行囊，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双溪村，展开了训练。他们练得怎么样了？陈林这崽子真神了，一握起弓眨眼便熟络了，比我以前带过的那些新兵蛋子强的没影，天生就是拉弓的材料。其他人虽然不如他，但也还算成。今个下午，铁匠便会把打好的箭头还有坡刀送来，大概得花个10几两银子。原本还以为自己有了些家底，没想到一眨眼就花的差不多了，练的也差不多了。咱们准备，明日就进山。二虎，帮主交给你的差事还没办妥。还没呢。虽然二虎得到了酒方，但却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将其交上去。你可得上点心思了，帮主对此事颇为看重，若是你能办成，便能在帮中平步青云，到时候可别忘了提携咱们这帮兄弟啊。是啊，咱们兄弟可都指望你了。你一个大老爷们，怎么今天扭扭捏捏的？这可不像你，咱们是一起办过大事的兄弟，有什么难处的尽管开口。怎么了？莫不是那贩酒的小子是块硬骨头，你拿不下他？行了，都喝酒，别问了。咋这么吵？我去看看。咋回事？吵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吵到客官了，是外面有头牛把别家摊主的摊子撞倒了，那车夫抽了半天，牛也不动地方，这才闹出动静。掌柜的，你们这里收牛吗？收倒是收，但你这是抽老牛，可杀不了多少肉，价格好商量。两人达成一致，便有伙计前来将那头老牛拉走了。跟了你一辈子的牛就这么卖了？可这就是个畜生啊！就算以前功劳再大，现在没了作用，难道我还要把他当祖宗一样伺候着？自认是要是卖了银钱，再买头年轻力壮的回来呗。
若我将来失去了作用，会不会也像这头牛一样，被吃干抹净，一脚踢开？在马占山眼中，我和畜生的区别又有多大？我交代你的事，但完了。好，我就知道没有看错人。我操！二虎，你小子要干什么？二虎，你小子拿刀干什么？我的酒坊呢？你这是做什么？给我一个解释。帮规第32条，入帮者若想脱离，便要3刀6洞。我二虎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货，降不了服，吃不了20两的姜里，愧对帮主的信任。思来想去好几天，还是在乡下和穷兄弟吃馒头大饼，来得快活，一刀一毙，还有2刀，您且瞧着。这人多了是不一样啊，光是这一天的收获就要顶过以前3天的量了。等他们再熟练些，你就另起1队、2队分头行动，能猎到更多东西。检测到宿主已拥有3尊相同品质宝箱，是否进行合成？合成后，宝箱等级将会得到提升。宝箱竟能合成，3个黑铁换1个青铜，进行合成。合成成功，消耗3个黑铁宝箱，获得1个青铜宝箱。经过这段日子对宝箱系统的了解，虾仁发现不同等级的宝箱开出来的奖励也是有规律的。黑铁宝箱开出的奖励未必就会比青铜差太多，每个级别的宝箱内似乎都有一个奖励池，就像是游戏中的抽奖一样。若是运气好的话，黑铁也能开出好的奖励，就比如之前的3月春。事到如今，只希望青铜宝箱能开出高级奖池的东西了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天还早着，咱们这就把猎物收拾下，送到水仙楼去。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咱们抓点紧。虾兄弟，你有些不上道啊！我最近帮了你这么多忙，你有了好事却不想着老兄我，是不是有些不讲究？您是说3月春的事？满城都在传你的私酒，水仙楼做酒楼买卖几10年，你小子倒好，宁可当街叫卖，也不送来给我。楼中上下已经有许多人知晓你与我是亲戚，你这番做法岂不是打我的脸？吴掌柜，我那酒酿出来的第1天便立马送了过来，想要给水仙楼长期供应，但只可惜有位爷看不上眼啊！什么？难道是摸着那混账把老范给我叫过来？掌柜的，您叫我。我问你，夏小兄弟前几日是不是来送过酒？前几日夏兄弟来过，但是酒业警告小的不许说出去，所以那个成事不足的饭桶，夏人，你摊上大麻烦了。马帮的人前几日来探过你的底细，后厨的伙计嘴不严，把你卖了个干净。马占山已经放出话来，要将酿酒坊子收入囊中。若是当时我在场，也不会让他们说出去。这后厨人多眼杂的，我根本不知道是谁说的。若是那蠢货没从中作梗，3月春早该入了水仙楼的账，哪还轮得到马帮觊觎？现在我们不好插手了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马帮既先一步放出风声，水仙楼若再横插一脚，便是坏了道上的默契。没关系，这事我早就知道了。你小子倒是沉得住气，那接下来怎么打算？人送交坊子保平安，还是？我这人一身的毛病，唯独骨头还算硬。这酿酒的法子，若是我握不住，就算把它毁了，也绝不可能拱手让人。你有办法对付马帮？凭你们这几个人，似乎少了些。马帮这些年在城中势大，产业遍布，但也得罪了不少人吧？不仅是其他势力，我听说不少商家对他们也是颇有怨言啊。我只管开团，到时自然有人跟上。聪明，陈占山是头猛虎不假，可城里还有群恶狼。这些年马帮极为霸道，吃相难看，早就引起许多人的不满。他们平日里不敢去招惹，可若有人愿意去挑战他，这些人是绝对乐意给下点绊子的。若是你有意，我倒可以帮你过个话，但丑话得说前头，你要当这个出头鸟，就得有真本事。那些老狐狸精着呢，要是看你连一波都扛不住，他们保准躲得比兔子还快。不急，我还有几天时间发育。待虾仁回到村时，日头已经西斜，可虾仁突然停住，因为在他前方赫然躺着一个血人。虾仁哥，前面的好像是二虎啊。二虎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夏银哥，你的房子我没有出卖你，这东西我没有给旁人看。别说那些了，你这到底是怎么搞的？马帮帮规，若要退帮，3刀6洞。你他娘的不是要去享荣华富贵吗？你对我太好，我舍不得，舍不下你这个兄弟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以为我好不容易站在了桥上，但我就是那头黄牛啊！先别说了，治病要紧，等你好了，我随便你说。贾川，你去请二拐郎中，赶紧到我家看病，人命关天。二拐叔，二虎的情况怎么样？命不会丢吧？肠子木破算他命的，今晚要能熬过去，这条命就算捡回来了。
二虎的回归固然是一件好事，但同时也代表着马帮已经知晓了事情，不可能再被拖延下去，很快便会有所动作。好在这几日我已准备妥当，从今日开始，每晚院中都要留2人值夜，其他人睡觉时也要带齐刀剑，若是发现了有人鬼祟接近，即刻通知大伙。明白。我得抓紧时间看下那个青铜宝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了。获得龙甲坏心镜一面，一次性消耗道具，使用后可召唤1名战将，约200名亲卫现身，存续1刻钟。好家伙，和之前的奖励截然不同，竟然是这种级别的道具，看来我这次抽中了高级奖池啊！他和200名亲卫绝对可以凿穿一群乌合之众，只不过这存续的时间确实有些太短了，而且只能使用1次。虾仁哥，村中的乡道上有动静，看样子大概得有20-30人。熄灯，弓箭上前，分散站位，谁敢闯门，就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一面的人听着，老子乃是马帮乡主，下山包、下城东3条街口，道上的人都尊称一声包爷，马上将本帮叛徒2户和酿酒的房子拱手交出，否则便踏平你这破院。你竟敢私自造弓，用箭射我！他们竟然连我能合法持弓都不知道，看来是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呀！下山豹，我看你倒不如改个外号叫瘸腿鹅如何？你这狗东西竟如此大胆，敢与我马帮作对！崽子们，给老子推倒了这围墙！若有胆敢反抗的，便不必留守。一到宰了，在城中为了给官府几分面子，做事还要收敛些，在城外便无需顾忌。所有人拉弓放箭！前来的马帮众人并没想到虾仁会放箭，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，被仅仅几人射得溃不成军。不行，点子扎手！虾仁，你听着，我马帮中有数百号兄弟，若是齐齐而至，别说你这小小院落，就算是整个村子，眨眼间也能踏为齑粉。你若识相，现在乖乖走出院门，或许还可留个全尸。不行了，撤户！他们走了，咱们赢了。马帮也不过如此，咱们可是大获全胜。今晚之后，马帮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这几日我们都要小心些，绝不能放松警惕。哥，胡子哥醒了。二虎，你怎么样？虾仁哥，刚才是马帮来人了。没事，我已经把他们打退了。想对付马帮，不能在城中和他们斗，他们经营多年，每一条街区都有他们的眼线。你凑近些，我将马帮的信息都告诉你。几位大爷，怎么突然拦我去路？老家伙，这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？是水，水。水，我看是酒吧。你可是双溪村的人，作业之人可有你一个。小老的确是双溪村人士，但素来以种地为生，今天不过受雇佣来送货，实在不知道大爷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！哼，昨夜刚交了手，今天就敢趁着城门刚开，把3月春送进水仙楼，虾仁这小子胆子不小啊！在城中没有马帮的发话，你们1粒米都运不进来，知道吗？不对啊，没有酒味，这里面装的还真是水。怎么回事？大清早的搞什么？我特意让人从城外运来的山泉水，你就这么给我砸了？我们水仙楼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马帮？你要带人来绝和我的买卖。原来是吴掌柜您的货，真是抱歉，是兄弟我唐突了，这货款我赔。哼，吴掌柜，昨夜包爷带人去了双溪村，但却铩羽而归，帮主发了火，正准备调兵遣将呢。这种时候，谁若是想帮那乡下小子，便是触帮主的眉头。您在平原县城混了这么多年，攒下这份家业不容易，别为了个远房亲戚把自己搭进去啊！说句不自夸的话，在这城中，马帮想办的事还没有一件办不成的。咱们不打扰您了，回见。行了，那钱是你的了，你去找下人，把刚才他们说的话一字不差的告诉他。短短1下午时间，马帮在县城外的货队就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打击，死伤16人，丢掉的货物价值足足上百两。虽然货物对马帮来说是无关紧要的，但丢掉的面子却很难找回。废物都是废物，平日里吹得天花乱坠，现在连个乡县猎户都拿不下，反倒折了10几个弟兄，这脸往哪搁？帮主，那小子手中有猎弓，麾下也有几个敢玩命的兄弟，咱们根本进不得身。我看倒不如和县衙通禀一声，让衙役把他以杀人之罪步入大牢。报官，亏你想得出来，还嫌不够丢人？咱们干的是暴利敛财的生意，如今在最拿手的买卖上受挫，找遮羞布还来不及，你竟然要曝光，还嫌外面知道的人不够多是不是？我没这个意思啊，头。
我已经下了令去，要各堂堂主召集人手。既然30人拿不下他，那便来300人。虾仁哥，你这招真绝了！要是我，肯定把劫来的货全吞了，一个子都不给别人留。光靠咱们几个人哪看得住这么大的地方？现在放出话去，谁发现马帮货队报信，劫来的货分他一半，这城外的穷苦人就都成了咱们的眼线。也对，咱们还是人手不够。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抢多少货，是要断了马帮在乡下的财路和威风。就算咱们一个铜板不赚，只要马帮吃了亏，就是咱们赢了。虾仁哥，马帮能咽下这口气？我只担心他们报复的动静太小，最好惹得马帮倾巢而出。虾仁哥，大事不好了！刚得到消息，马占山集结了300多号人，全是精锐，今晚就要血洗双溪村了。此事在城中已经传来，许多好事者已经动身，就连赌坊之中也都有庄家开牌，赌我们能不能扛过今晚，赔率高的吓人。不出虾仁所料，为了挽回这几日丢失的尊严和面子，马帮行事并未遮掩。300多号人，这怎么打？好得很，去找个人到赌坊下注，就押我们赢。虾仁哥，你这是赢了名利双收，若是输了，还要这些银子何用？一时间，双溪村热闹非凡，县城里各个势力都聚集于此，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虾仁。今晚这一战，将决定未来数年县城势力的格局。马帮的人还未到，看热闹的便来了不少。看来今晚的动静确实小不了。让你们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按你的吩咐，陷阱都布下了。可是虾仁哥，300多人啊！怎么怕了？我怕个卵！就是不怕，那便等着吧。今晚便让整个平原县看一场好戏。他们来了，让所有人做好准备，听我号令。与此同时，城中马帮总舵却是灯火通明。陈捕头大驾光临，当真是给马某面子。这坛30年陈酿，特地留着等贵客呢。马帮主今日这般盛情，倒是有些让陈某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怕是有事要吩咐吧？陈捕头言重了，我一介平民，哪敢吩咐官差？不如换丞相求，更加合适。近日有几个宵小之辈屡屡向我马帮寻衅，虽然没造成什么大麻烦，但总是烦人的紧。那么帮主的意思是想让我出面把那几人抓起来定罪吗？陈捕头误会了，若是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，马帮还怎么在平原县立足？只是今夜我可能会搞出些动静，还请陈捕头行个方便。多大的动静？最多便是10几条人命，都是乡下的穷庄稼汉，没什么根基，亦没什么背景。我向您保证，明日一早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什么麻烦都不会有。位置在哪？城内城外？城外的双溪村。秦帮主的酒果然够劲呀！今晚你尽管在城外折腾便是，就算把天翻过来，我保证县衙的人也绝不插手。马帮这是疯了吧？对付一个乡下猎户，不仅出动了300多人，还动用了几十匹马。看来今晚不会有什么悬念了，单单这几十匹马冲起来，便可以将这小小院落杀个片甲不留。这几日平原县中各方势力蠢蠢欲动，马占山这是借着此事来秀肌肉的。这些打手来是为对付这乡下小子不假，但最主要的用意是为了威慑我等。虾仁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就凭你这点微末伎俩，也敢与我马帮抗衡？识相的就放下兵器，开门跪降，老子大发慈悲，或许赏你们个全尸，否则一个冲锋，定叫你们尸骨无存。听闻马帮能人辈出，今日一见不过是群指会叫的纸老虎，要战便战，不战就滚回城里去，少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几百号人打10来个，都畏畏缩缩的不敢上前，马帮的威风都让你们败尽了。找死！来人，给我冲阵！一会活捉了你，定要将满嘴的牙敲碎，看看你还能不能说出这番豪言来。点火，开门！什么？我操！不好，快撤！这小子有意思，用几辆骡车就把那些马都惊到了。毕竟不是见过血的战马，实在是外强中干。可惜啊，即便解决了马队，马帮还有300精锐，这些人一拥而上，光靠人海战术也能踏平这小院。这小子确实机智，但若没有后手，今晚恐怕要不要出手相助。好个狡猾的小子，难怪下山豹会栽在他手里。咱们折了马队，丢了颜面，让道上兄弟看尽笑话。要想回去不受责罚，现在就跟我杀进去，把虾仁剁成酱。今夜马帮可谓颜面扫地，数十人的马队竟被轻易击溃，此事必将成为江湖笑谈。马帮众人羞愤交加，他们能想象到暗处那些观战者此刻的讥笑。还剩快300人，就是1人1刀，也能给我们剁成臊子。虾仁哥，现在怎么办？不行，就跟他们拼了！我就是死也要带下去几个。行了，你们先回屋里去吧。什么意思？你要1人送死不成？
啥意思？别废话，快走！现在想躲，晚了，就这几间破屋子，能挡得住老子？跟我冲！推倒院墙，踏平这里！虾仁哥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让我们回屋，不是等死吗？老子宁可战死，也不要这么窝囊。难道他要投降，独自留在院里，不是送死吗？哥哥让你们回来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相信他吧。每次我觉得要不行的时候，都是哥哥解决的问题。虾仁，终于让我逮到你了，受死吧！鼠辈还想伤我，等下辈子吧。怎么回事？兄弟们冲啊！干掉虾仁，守曼屋！你小子等等我！这是铁门神！我操！怎么可能？他可是平原第一刀客，单枪匹马血洗黑虎帮的凶人，什么人能给他扔出来？马帮横行乡里，欺压良善，霸道蛮横至极，视百姓人命如草芥。今日有幸得诸位将军相助，出手诛杀恶贼，澄清寰宇。全员都有，绞杀他们，一个不留。训练有素的将士与地痞混混终究是天差地别。龙佐每次出枪都会打飞一片人，看着几十名弟兄像鸡仔被拿捏，马帮帮众再也没人敢提起勇气反抗。快跑啊！不跑就变成糊糊了，再打下去全都得死在这儿。你小子等等我！马帮这下完了，咱们看了这么久，也该下场活动筋骨了。马帮这些年抢夺我们的地盘，大占我们的产业，现在正是报仇的时候，都别藏着了，动手！虾仁哥，你从哪里请来的这样一群神兵？瞧啊，马帮这帮狗崽子都吓得有些站不稳了。空地的那帮墙头草，之前瞧了这么久都不敢动手，现在眼看我们要赢了，便冲出来开始帮腔了，真是奸诈！这帮人跟马帮都是一丘之貉，没一个好东西。这事不奇怪，他们素来是谁赢帮谁，马帮败局已定，这么多人四散而逃，单凭我们也很难追得过来。既然有人愿意分担一些，便由他们去吧，势力多也好些。势力多了，那和咱们抢战利品的不也变多了吗？这么多势力参与其中，今晚的事衙门就无法参与了。县令就是想惩治，都无从下手。平原县的许多商铺产业都是由这些势力支撑，若是县衙要动他们，怕是连今年的税收都要下降好几成。马帮帮众四散而逃，这场斗争很快就结束了。在下乃是曹帮副帮主，今晚有幸的见诸位将军神威，真是令人敬佩。在下有意与各位结交，不知将军们是否愿意商量？实在下唐突了，冒犯了将军们，这就退下。今晚之事，龙佐一众展现出的战力，狠狠地震慑住了所有人，而虾仁的形象在旁人眼中也变得神秘起来。他们还能待3分钟，我得利用好这段时间。夜风中偶尔传来总兵大人、军中兄弟等只言片语，在场的围观者无不对虾仁的背景产生无限遐想。今晚之事，多谢诸位兄弟，回去之后替我向总兵大人问好。今后我尽量不会再劳烦各位，只要不是生死存亡的关头。时间将至，龙佐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虾仁兄弟，你有这等通天关系，怎不早说？若是早些知晓，我等岂会等到最后出手？原以为你这次必败无疑，没想到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沙兄弟，咱们也算是因此结缘。我能求出来，你是个志向远大之人。虽然你有军营的靠山，但总兵大人不可能事事出手，还是需要在本界找个堂口栖身才好。不如就加入我们曹帮，我这就去向帮主举荐，保你做个堂主。一个堂主也好意思开口？我们正缺个副帮主，只要虾兄弟点头，这位子就是你的。诸位的好意在下心领了，但我自由散漫惯了，不喜欢受约束，总想着自己折腾出一番成就来。我这帮兄弟跟着我打猎酿酒，只要无人来碍事，便心满意足了。明白，沙兄弟放心，今晚之事咱们都参与了，与马帮不死不休，马占山一日不杀，咱们便一日不得安生。从明日开始，咱们就集结全力，将马帮彻底铲除。好，马占山当了这么多年土皇帝，也该换换人了。虾兄弟，昨晚那一战你们赢得漂亮啊！昨天半夜开始，县城中诸多堂口都开始围剿马帮了。侥幸得到了些帮助罢了，若是只有我自己，就算是拼了命，也不是马帮的对手。虾兄弟，你可知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的道理？吴掌柜有话便直说吧。今日上午，诸多堂口围攻马帮，但却没发现马占山的踪迹，他逃了。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盯着了，而且我这次来也不仅是为了卖猎物，我希望再见一次杨坚。
马帮主，我们只能送你到这了，余下的路便要靠你自己走了。多谢陈捕头，此番若不是你相助，马某怕是连城门都出不了。此人马某铭记在心。帮主言重了，这些年我也受过你不少恩惠。县衙原本有心保下马帮，但只可惜那些堂口动作实在太快，等到我们反应过来时，已经回天无力。你足智多谋，未来必然能够东山再起。多谢吉言了。上天眷顾我马占山，今日侥幸逃生，来日定将所受之痛千百倍报复回去。不好意思，你没这个机会了。你就是虾仁，马帮主好眼力。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留在县城代替我？弄成这样，你让我输得很惨了。惨吗？马帮主，你还站在这里说着话，可被你长期压迫的其他人呐，他们永远也不能了。你换我多年基业还不满足？你要是要钱，我可以给你，只要我们联手，什么样的县城拿不下，咱们一起当个土皇帝，岂不美哉？马帮主，无论事前何人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那什么对你重要？没有你，对我很重要。什么？哥，你把马占山？我亲自动的手，这一下我的名头算是打出来了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们了。夏哥，我终于对得起你了，我没有出卖你，更没有出卖自己。马占山死了，我这3刀6洞的痛值了，我再也不想混帮派了，我只跟着你打猎酿酒，守着村子过日子。你从来没有对不起我，你是我过命的兄弟。马占山是死有余辜，不必把这些事压在心上。那陈捕头呢？他收受贿赂，勾结马帮，就这么让他跑了？他可是害过不少百姓，也差点害了我们。哼，他跑得了一时，跑不了一世。林将军手里早就攥着他的罪证，王家和马帮的案，桩桩件件都有他的份。现在马占山死了，马帮垮了，他就是下一个。就算他躲到天涯海角，卫所军也会把他揪出来，给百姓一个交代。哥，真的都结束了吗？我们以后真的可以安稳过日子，不用再提心吊胆了吗？真的都结束了，王家倒了，马帮灭了，恶力伏法了。从今天起，双溪村太平，我们家太平，你再也不用受委屈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。太好了，哥，太好了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太久了。虾哥，经过这件事之后，又有不少人想加入咱们猎队，现在有50多号人了，大家都训练的有模有样，以后守山打猎护村绝对没问题。酒坊也扩大了，村里没有稳定收入的，咱们都顾过来了，大家都有活干，有钱赚，再也不用愁吃愁穿，再也不用怕脚不上贡粮。小白也长大了，看家护院可厉害了，我们的北屋也盖好了，酒坊也稳了，辣椒田也丰收了，一切都好起来了。我只想守着我妹，守着我兄弟，守着双溪村，守着这份安稳。我不求富贵滔天，不求权势盖世，不求名扬天下，我只求咱们一生平安喜乐。双溪村永无灾荒，永无匪患，永无欺压，所有普通人都能堂堂正正做人，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哥，你说我们以后的日子会不会一直这么好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